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主日来到圣殿敬拜上帝。今仔日是教会设立的关怀主日，咱要特别关心咱教会的西罗亚合唱团。西罗亚合唱团是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有记载，耶稣医治一位目睭无看见的人，移到西罗亚池去洗目睭。因为伊顺服耶稣的话去做，可以得到上帝医治的大权能，伊的目睭也变做通看见。圣经有特别说明，西罗亚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也就是奉上帝差遣来显明上帝的大权能。咱教会西罗亚合唱团，就亲像约翰福音第9章第7节所讲的，是奉上帝差遣。去见证上帝荣耀的作为。真侪年以来，西罗亚合唱团拢参与伫台湾侪教会的主日礼拜，也是教会节期的福音会，引起病院、家乐、学校等等去分享诗歌甲见证，互上帝荣耀的作为会当显明伫因每一位成员的生命中。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关怀主日，互咱学习用信仰的眼光，看见上帝安怎伫咱这卑微软弱、阁无完全的生命中，显明上帝的作为。讲到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阮来到你的面前，信心上帝，恳求你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拍开心，会当领受你的话语，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阮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当咱在看圣经，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做奴隶埃及的时，敢讲全能的上帝毋知影以色列人会软弱？甲因要进入旷野了后生活的需要吗？为什么上帝真无简单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才进入伫旷野，却阁互伊马上拄着困难呢？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互咱做伙学习，上帝是安怎帮助以色列人伫困境中用信仰的眼光来看见上帝另外一个名。就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也就是上帝是医治咱的神，互咱这软弱、悖逆、受伤的心，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因带咱进入伫上帝的恩典，互咱的身心灵拢勇行成熟。所以，照着今仔日的这段圣经，牧师要分3点来甲大家做伙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可惜的旷野带来埋怨苦毒。圣经出埃及记甲咱讲，以色列人伫埃及400多年来，拢是做奴隶受虐待。后来上帝就差派摩西带领因离开埃及。即群以色列人因用家己的目睭，看见上帝安怎用10个灾祸来处罚埃及人。然后就互因会当欢欢喜喜来跟着摩西的带领，离开埃及，行过红海，进入旷野，着上帝应允伊的祖先亚伯拉罕迄块老人加密的迦南地。无想到，才行了短短3天的路程，即群对奴隶身份，才得到讨棒的以色列人。就因为伫旷野行了3天的路，因找袂到水通啉，开始埋怨上帝甲摩西。各位，要伫旷野行路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因为伫旷野无任何的遮蔽物，所以伊的日夜温差是非常的大，互咱人的身躯真恶得来适应。佮加上3天。拢找无水通啉，这真正是难上加难啊！
所以以色列人因着开始哀爸叫母，埋怨不断。兄弟姊妹，假使是咱，相信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应该是有真侪人嘛是会亲像以色列人共款，会怨东怨西，甚至是泪眉。圣经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4节讲，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向前行，到苏尼的旷野，因伫旷野行3日，找无水。到马拉的时，马拉的水会苦，袂啉得。因甲迄个所在叫做马拉。人民埋怨摩西讲：“阮要啉啥？”的确，伫旷野中无水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另外，伫旷野行3天拢找无水，大家拼死拼命，真无容易到伫马拉找着水啊！偏偏遐的水是苦的，无法度啉。所以迄个所在叫做马拉，意思就是苦啊。兄弟姊妹，咱设身处地来想看觅，即群伫旷野的以色列人，因的希望变做空的，心内一定充满着失望甲郁卒。就安尼，积聚伫因心内的内心迄个伤害甲苦毒，开始互因毋是注目伫要敲找问题的解决方法，因反倒是放大家己所拄着的困境，互家己感觉家己真悲哀、真可怜，自爱自怜，陷落伫苦毒中。认为这是受伤的心无得到医治常常有的反应。这也诚做咱人人生中可惜的旷野。第二，埋怨甲苦毒会造成内心的伤害。咱每一个人的出世的环境背景拢无相像，有的人享受着特别好的环境，也得到真侪人的疼惜。就亲像咱一般所讲的，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毕竟，这是少数的人。咱大多数的人成长的过程，加加减减拢有伤害，也拄着艰苦委屈。就算是咱已经诚做基督徒了后，上帝伊嘛无应允咱，以后是一帆风顺，无灾无病，心想事成。所以伫咱日常生活中，咱犹原还阁是会拄着可惜的旷野，会互咱感觉到失落、郁卒甲绝望。好亲像有的人自细汉互爸母放散，也是讲伊无受到爸母的疼惜，或者是爸母常常冤家，厝就亲像一个战场共款。也是兄弟姊妹中间互相比拼、相争相拍，也是伫婚姻中遇人不淑、互人放散、受伤害、受欺骗等等。这个伤痕常常是痛苦的，是深深埋葬伫咱的内心。这个是用肉体的目睭看袂到的，却是一直温藏伫咱内心的痛痛甲不安。这个痛痛甲不安，是需要用痛来医治，需要用温柔来对待。直到咱的内心有真正的安全感，咱的心才会得到安慰、受接纳。过去的伤害，咱才会肯甲伊放落来。圣经甲咱讲，就伫3天前，上帝互即群以色列人亲身经历了过红海的神迹。上帝为着因来分开红海的水，互因会当行到对岸，然后阁互因亲目睭看见，伫后壁约因的这埃及士兵，全部拢淹死伫红海中。认为遮尔啊大的神迹，敢讲也袂当互以色列人相信。这个时阵，
上帝是有办法解决因欠水的问题嘛？为什么即群以色列人阁要一直怨东怨西呢？这是因为因犹原用肉体的眼光来看因所面对的环境，因为因的心无安全感，因犹原弃掉过去捌受伤、充满苦毒的心。想看觅，咱的心若是受伤、有苦毒，就算咱的喙食着山珍海味，咱的内心也会感觉到食之无味、无滋味，甚至是苦的，毋是嘛？安尼，请问，咱内心的伤害是毋是有得到医治呢？通常伫平安顺利的环境中是看袂出来的，只有当咱拄着挫折、艰难中，才会显现出来。以色列人因伫旷野行3工，找无水，真无容易到伫马拉遐的水却袂当啉，因为水是苦的。马拉的苦水，就好亲像以色列人内心的苦。第位，毋通袂记得，即群以色列人因伫埃及做奴隶、受尽压制、互人苦毒，有400多年的时间。因的身心灵拢承受着真大的伤害甲压力。各位，人的心一旦受伤，就会失去安全感。人的灵也会受到惊吓来捆绑，所以常常会用埋怨来投放心中迄个不满的情绪。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听见咱周围有人，若是伊一直怨东怨西，或者是讲伊讲话常常拢会甲人口说死，请咱大家爱知影，即个人的内心应该是承受了真济讲袂出来的苦痛，请大家爱用包容、怜悯、体谅的心来对待。第三，信仰的眼光带来医治稳定。安尼，上帝是安怎医治以色列人心内的苦毒呢？伊是安怎将苦的水变做是甘甜的呢？出埃及记15章25节到26节讲，摩西就求救上主，上主指示伊一丛树仔，伊将迄丛树仔ฮ็伫水里，水就变甘。上主伫遐为着因定规律甲命令，伫遐甲因考验。上主讲：恁若注意听我，上主恁的上帝话，做我看做正直的事，真正听探我的诫命，遵守我所有的规律，我就袂互埃及人得到的病伫恁的身上发生，因为我是医治恁的上主。请注意听，通过这段圣经，互咱学习安怎用信仰的眼光来转变咱的困境。圣经记载，摩西到上帝面前祈祷，求救了后，伊就照上帝的指示，将一丛树仔ฮ็伫马拉的苦水内，然后苦水就变做通啉的水。也就是讲，当上帝话，互咱人听见，互人顺服、认同，而且互人遵守的时，苦水就会变做是甘的。是啊，听见上帝话，顺服、认同上帝做法，而且真实遵守上帝话，是帮助咱拍开信仰的眼光，看见上帝同在甲掌权，将上帝话运用伫咱的生活中考验的旷野时，就会互咱的苦境、困难变做是上帝美好同在稳定时刻。
圣经续接也甲咱讲，上帝是马上以色列人定了规律甲命令，为着是要考验因。相信无一个人爱考验，就亲像大部分的学生，拢无爱考试共款。但是若是无考试，或者是考验，学生就毋知影家己学习的成果是安怎。共款，咱的生命若无经过考验，也无法度知影咱的生命是毋是有成长。因为上帝互咱的考验，毋是只有看结果，毋是只有看讲咱是毋是有成功来通过。上帝互咱的考验，是要看咱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是毋是有瓦靠伊，是毋是会当真正来面对咱家己的软弱，而且阁互咱有机会来克服软弱，来长大成熟。兄弟姊妹，请注意，上帝互咱的考验，是要操练咱，互咱的灵性生命成长，互咱会当哪来哪认捌伊，相信伊，亲近伊。所以这也是表示，就算咱伫上帝互咱的考验顶悬，咱捌失败过，就算咱无完全愿意顺探伊，遵守伊的命令，上帝也会利用咱的失败来纠近咱甲伊的距离。这就是上帝考验咱的目的。感谢上帝，伊真正是用心良苦，伊替咱每一个人客制化了适合咱每一个人无同的考验题目，来帮助咱。假使咱无愿意接受考验，咱就永远无机会克服自我的软弱，而且咱会离开上帝哪来哪远。咱受伤的心也永远袂得到医治。就亲像咱有真侪人因为破病，伊就千辛万苦要去找医生来得到医治。当医生甲你诊断，而且开药啊，互你了后，转到厝里，你却无愿意顺服医生的吩咐，而且照时食药啊。请问，你的病敢会好起来？同款，咱心灵的病痛，若是要得到医治，咱来遵守以下的4点。第一个，就是爱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求找上帝帮助。第二，爱顺探上帝话语。第三，爱认同上帝做法。第四，爱遵守上帝命令。当这4个条件拢满足的时，圣经讲，安尼上帝就袂互埃及人治着的病伫恁的身上发生。所以，当咱愿意照安尼做的时，上帝就无需要用苦涩的旷野来管教咱，互咱的心灵得到医治，有份伫伊的性格。亲像希伯来书12章所讲的，毋过上帝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性格。咱逐遍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兄弟姊妹，人生一定会有苦涩的旷野、艰难的时刻。当咱四面拢看无出路的时，咱应该转向上帝，夜目仰望上帝。只有拍开信仰的眼光，才会当看见上帝替咱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信仰的眼光会互咱确信，伫人袂话的，伫上帝凡事拢话。生命中苦涩的旷野，互咱人的内心受伤。迄粒受伤的心，若是无得到医治，就会变做固执、刚硬。所以还阁是会一直不断去回想，过
过去咱捌受的伤害、痛苦甲折磨，所以就算到现今，咱已经得到自由啊，无阁受到任何的人事物的管辖。但是咱内心犹原还阁是感觉真沉重，无法度喜乐，无法度满足。兄弟姊妹，你还阁继续要承受这款的苦痛吗？现在耶和华拉法的上帝要来医治你，伊要伫你的生命中行神迹，互苦的水变做甘甜通啉的水。上帝要医治的方法，就是照着耶稣基督来甲你讲，你是上帝的心肝宝贝。甲彼仔人讲，你是上帝的心肝宝贝。上帝甘愿替你付出伊的性命，救赎你，因为伊疼你。伫伊的疼内面，软弱的要变做刚强，见笑的要变做荣耀，卑贱的要变做尊贵，旧的人要变做新的人。伊要互你重新得到新的生命、新的人生，加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今年6月时，教会新人牧区委员会就开始在讨论计划，有关今年12月初7下晡的圣诞福音茶会。而且伫会中，阮有备办要邀请河马教授张文亮甲艺人李倩蓉姊妹，其中一位伊下当来到教会来分享因的生命见证。因为知影李倩蓉姊妹伊人还阁伫外国，所以阮就集中火力，特别邀请张文亮教授会当来到咱的教会分享伊的生命故事。所以会欢迎咱大家为着这福音茶会来祈祷，而且咱嘛爱为着家己祈祷，咱会当带一个新朋友毋认捌耶稣的人来做伙参加。所以牧师要特别邀请咱大家，将你要邀请的朋友写伫咱的生命树上，而且每一天为着伊的灵魂得救，提名伫上帝面前为伊祈祷，求上帝来陪伴伊的心，会当接受咱的邀请，来参加福音地会，互伊会当受感动，而且愿意接受耶稣加做伊的救主。各位兄弟姊妹，人生苦涩的旷野，毋是只有伫困境的时才会出现，有的人伫顺境的时，伊为着要追求搁较侪虚华的名声，为着要得到别人搁较侪羡慕的眼光，却互家己陷落伫苦涩的旷野中。拄则牧师还佫有讲到的另外一位艺人李倩蓉，伊伫几年前因为靠着私人的关系，有机会登上阿帕契直升机，伊佫翕相打卡上传，这个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演变做一件社会事件。侪网友甲民众拢伫网络也是电视上将指责伊、批评伊。毋但安尼，煞只伊佫因为开车无注意，去弄到一位身障骑士来受到起诉。李倩蓉姊妹伊家己讲，因为阿帕契事件，互伊看清楚世间的人情的现实。以前做伙跑趴、做伙佚佗的朋友，即马拢闪避伊、袂记伊。真正互伊感觉真亲近的好朋友，即马反倒是变做是催婚人。后来有一位听主的姊妹，伊就传简讯互伊的经纪人，讲想要传福音互伊。这也拍开了伊受洗礼、加做基督徒的道路。信仰的经历，互伊有真大的转变。伊开始知影感恩，伊无阁一直追求、迷恋穿搭名牌、打卡炫耀，来证明家己伫别人眼中的价值。后来也阁讲，若是无阿帕契事件的发生，伊家己还阁是会亲像以前同款，真顾人缘。李倩蓉姊妹伫2018年，伊开始到教会去做见证，分享伊的生命故事。伊形容家己的人生，因为阿帕契事件，跋落伫人生的深坑。
总是却因为这件代志有耶稣基督的信仰，互李倩蓉姊妹改头换面，找到新的生命、新的人生。伊的两个囝讲：“妈妈真做基督徒了后会改变，互爸爸也欢喜做伙到教会来服侍。”拍开信仰的眼光，李倩蓉姊妹甲伊厝里的人渐渐行出阴影。因为李倩蓉姊妹原本掠做登上阿帕契直升机，是一件值得炫耀、互人羡慕的一个代志，却无想到这竟然加做伊人生苦涩的旷野。总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却互伊的苦涩旷野加做甲上帝相拄、美好同在的稳定所在。互伊的人生体会到将来毋捌有的甜蜜甲自由。亲爱兄弟姊妹，咱毋知影什么时阵，咱会拄着人生苦涩的旷野。伫变化无常的人生中，当咱感觉咱是上高峰的时，无的确后一步，咱就跌落伫无底的深溪。搁无的确，你拄啊好伫人生的困境中。牧师要鼓励你来到上帝面前，拍开信仰的眼光，搁坚持一下，乌云就要刷去，灿烂的日头会照光你头前的路。顺境甲逆境，伫咱的生命中是不断地交替着。咱要安怎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呢？是亲像即群以色列人。伫顺境的时，满面春风，满心欢喜；但是，一拄着困难，就怨东怨西，挨爸叫母。啊，是咱要学习摩西，只要拄着问题，咱就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求找上帝帮助。咱也顺叹上帝话语，咱认同上帝做法，咱遵守上帝诫命。伊会帮助咱行过人生苦涩的旷野。继续带领咱进入到后一站宜林，这个丰富水源、稳定满满的所在。各位，虽然人生无常，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好佳在咱有主耶稣。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应允咱讲：“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恁伫世间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牵赢世间。亲爱兄弟姊妹，只要咱愿意拍开信仰的眼光，将生命的主权交伫上帝手中，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咱的生命的故事就毋是用过去的挫折、失败来决定。当咱将主权交伫主的手中，咱生命的过程有上帝美好的安排。通过信仰的眼光，咱会经历到上帝伫你的生命，为着你写出美妙的音乐。最后，牧师要邀请西罗亚合唱团，等下要带领咱做伙来唱天韵诗班的诗歌《眼光》。通过歌词，加做咱的祈祷甲宣告，愿上帝帮助咱，拍开咱信仰的眼光，注神伫这位耶和华拉法的上帝。上帝会医治咱的过去，互咱有快乐、有智慧，互咱勇敢面对未来，勇敢迎向他，跋过伊，互咱无论是伫顺境中会当欢喜快乐，或者是伫逆境中，咱犹原相信，听咱的上帝对咱的未来永远拢有上适合、上美好的安排。这是咱要请西罗亚合唱团来唱第一遍，第二遍咱做伙来唱，互歌词加做咱的祈祷甲宣告。山
拜阮的主上帝，恳求你拍开阮信仰的眼光，无论阮伫任何的环境中，因为有你甲阮同在，阮就确信你会引带阮。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